你好你好欢迎光临你们从那个省来黑龙江省哈尔滨黑龙江北京你北京来吗เชียงใหม่第一次来清迈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是第三次三次哇谢谢你来看到เชียงใหม่喜欢什么喜欢好吃的然后喜欢很漂亮的花而且我觉得遇到的人也很喜欢水果泰国吗喜欢喜欢你喜欢什么这里能让我变得非常的平静希望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善然后气候非常的宜人哇谢谢小朋友你喜欢什么喜欢不上幼儿园幼儿园哇谢谢我们可以等你进的唱歌吗纪念大好吗请你先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哇你们唱得很好谢谢谢谢来相关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下次再来สวัสดีครับ